tiken gür gür köyedi kök tiken geçer yol ah tiken gür gür köyedi kök tiken geçer yol yar bağ otta köyedi yar yok ne kar yar bare otta köyedi yar yok ne kar 新年音乐会的现场，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塞努贝尔·图尔逊。我是塞努贝尔·图尔逊，出生于伊宁市流行界音乐世家，目前从事创作音乐、演唱木卡姆、培养学生等工作。سلعة وقتها واقع جدا سيا音乐路上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我的父亲。从小向父亲学习，维吾尔族木卡姆、民歌，还有民族乐器，杜塔尔、扬琴。我也经常从别人的口中深入了解父亲对音乐的看法，把他视为我的榜样，对他更加崇拜、敬佩。